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台南市夜间下晡2点外发生一阵透天厝火灾，造成一个妈妈和一个3岁后生死亡，也那4岁的查某囝也搁伫咧抢救。基部一恢复新年头一批今仔日末，新训也对本地5礼拜延长到8礼拜，之后也会参加国军的联合训练。 基部一当去变作是1年了后，头一批今仔日入伍，就拄入伍的新兵表示讲，虽然这疫情有一期有调整，但是伊这国民的身份是爱进的基部，因是甘愿接受。新训也对本地5礼拜延长到8礼拜，未来分配去到部队，会以守备部队为主。不过也是爱参与亲像汉光演习这款的联战训练。 路游览车都望体温做检疫，头一批1年级义务役的阿兵哥，25去北部206里，南部203里，中部302里，也就是成功岭报道，按算征集670个人。新兵入伍，嘛要接受掠毒犬的安检，确认无载违禁品，出来开始剃头。剃刀为头壳顶剃落，若是甲头毛剪掉，嘛象征正式由民转军。伫服役的期间，爱有军人的职责。 这是我应尽的义务，所以说既然今天国家的政策改变为1年的话，那我就心甘情愿的接受。来到成功岭之后，就是发现这边真的都很井然有序，然后长官也没有说像之前听前辈说的这么恐怖。即马业期调整，新训嘛为5礼拜延长到8礼拜，分4个阶段，互新兵还佫会实施基本检测。分发落部队了后，会互役男偷偷完成驻地、专精甲基地训练。 参与亲像汉光演习等等的联战训练，不过外界指期讲，业期延长，薪水却是比基本工资较低。军方表示，治兵的薪水包括本薪、专业加级，提升到21350块，一兵的是23140块，加上其他的项目已经超过基本工资。另外，包含健保、军保以及主副食费跟提拨退休金，已经提升到29000余元。 已经超越了基本工资。根据国防部的规划，1年级的义务役以分发守备部队为主，部分的役男会当照专长或者是志愿去主战部队服役。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海军公布飞弹驱逐舰混运号章通过台湾海峡，讲是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却引起中国掉卡断地，而且中国也出动18台军机、6架军舰，也有3粒空飘气球，伫咧扰乱台海平静。另外，国军伫咧屏东三军联训基地所举行的联用操演练到第3天，这火炮威力真强，吸引未少军事迷来看。 IDF 经过好战机飞过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空隙，放一烟弹。随来阿帕奇直升机发射2.75海神火箭弹甲连炮，精准拍着目标，甲土规架起来。国军联用操演进入第3天，验收官兵训练的成果，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因为中国军方持续侵扰，国防部2时侦查到18架中国军机、6架中国军舰，还有3粒空飘气球侵扰台湾附近。 其中1粒上近的，伫个家人西边72海里。同一天，美国海军第7舰队不客气飞弹驱逐舰混运号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嘛发声明讲，美国会全力维护所有国家航行的自由，而且讲国际社会成员拢无应该受到恐吓甲威胁。即马拄好是选举了后，美国头一个国会议员团访问台湾，25拜会正副总统的当选人赖萧佩。And among the main messages that we are bringing here today, and again, this is very simple. That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aiwan is firm, it's real, and it is 100% bipartisan. Mr. President-elect, in your words, you talked about the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we're here to represent as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美国众议院台湾联线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朱马里甲民主党的贝拉，强调国会下党派挺台湾的立场，嘛回见民众党主席郭文地甲国民党。因那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马岛，嘛带领11个朝野议员来访问，表达希望接落来台湾甲立陶宛会当持续推动互利互惠友好的关系，强化各领域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友邦图瓦卢明仔载要进行国会大选，因为财政部长对媒体表示，在选举了后会重新检视和台湾的邦交关系，敢是甲这话成讲大声有断交的风险呢？咱台湾自首伫个图瓦卢的大赛是强调，断交的讲法是无影无只，认为大选过后新国会甲政府和台湾的关系会真稳固。不过，确实有观察到中国想要接近图瓦卢的电视台积极有关系。谣言有在传啊，他说 Ambassador 我们不想要断交，我们不想要转向啊，因为他那个中国没有宗教自由讲到当地民众的支持，驻图瓦卢大使林东兴澄清，最近一寡讲图瓦卢要伫26大选过后外交转向的讲法，是故意在洗人的谣言。伊暗算大多数现任议员会连任，透过新国会和政府和台湾的关系会真稳固。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及政要都还是坚定支持台土友好的外交关系。少数人对台土关系有不同的想法，见得说一定就是要到那个转向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伫南太平洋的图瓦卢面积敢若26平方公里，是全球倒头算第4小的国家，人口大约11000人。台湾伫当地除了医疗和农渔合作，嘛和澳洲做伙帮助土国对抗气候的变迁。只是最近中国一直过来乌壁卡，林东兴指出讲，中国勇士今年就邀请图瓦卢电视台合作，但是互因拒绝啦。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有透过要寻求跟图瓦卢电视媒体的合作。那他们的用意当然是试图透过大概图瓦卢电视媒体的合作来进行一些认知作战的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啊。林东兴指出讲，伫诺鲁和台湾断交了后，土国的总理有随写批予总统蔡英文，保证台土的关系稳固。毛写批予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甲恭喜，赖清德接见外宾的时阵嘛批评中国，而且诺鲁断交。选在上周我国大选后宣布与我国断交，此一手段已经充分暴露出其威权扩张以及挑战国际秩序与区域稳定的本质。赖清德强调，面对这挑战，伊会伫蔡英文总统派基础顶悬，继续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且找到两岸和平共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新营，今下晡2点外发生一件透天厝火灾，警消赶到现场，发现讲这1楼火是真猛。厝边表示讲有听到2楼有人伫遐喊救命，消防人员总入去找，甲一个大人2个囡仔救出来，不过拢已经无喘气心跳啊。经过抢救了后，4岁的这个查某囡仔呢有恢复喘气，等咧治疗。不过这32岁妈妈和3岁后生拢不幸过亡。大火一直烧，高烟也一直冲出来。台南市新营区中正路25下晡2点外发生徛过火烧厝，消防队出动21台水车，38人来到现场了后，赶紧来拍火。厝边讲听到2楼有人喊救人，赶紧踩楼梯入去内底来搜查。伫一间内底发现老母32岁妇人人、3岁后生甲4岁查某囝，3个人心肺功能停止，拢无喘气甲心跳，分别送柳营的基比病院、部立新营病院抢救。不过就这个查某囡仔抢救了后，有生命征象，正转移救治。妈妈甲后生拢宣告死亡。家属讲，原本规栋透天厝3台11人住斗阵，其他人都好出关，也是旅游无受到影响。救出来的时候，他是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他们判定可能是在洗澡，对，所以他可能一刚开始如果有察觉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办法马上出来这样子。火拍熄了后，规间厝拢烧甲乌麻麻、臭火焦。警消初步研判，导火所在伫1楼的客厅，拖烧到2楼头前的房间，烧掉大约30平方公尺。不过，确切原因也等待火灾调查科来调查。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救出的时候就是这受困的这3个民众这样子。台南市消防局讲，救出来3个人拢是互高烟10条分区，又出来底无装这个徛过用的火灾警报器，所以无发现火灾发生。呼吁大家应该来珍惜，增加应变甲避难逃生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去年发生校园挂暗棍案件，造成国中3年的学生死亡。家属伫今仔日举办告别式，包含着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局长，甚至是这教育部长潘文忠拢到现场致意。家属今仔表示，用失去生命的囡仔，希望叫醒大众关注这重大刑事案件机制，也呼吁法院爱重罚凶手，也有杀人的人。
个别实现场有真侪家规啊，代表动物的心意。新北市去年发生警警社会学校挂暗棍案件，造成国三的4名学生不幸死亡。家属第2个举行告别式，包含新北市长侯友宜、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教育部长潘文忠，甲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也派议员代表到现场来致哀。侯友宜穿全黑西装，率领市府团队向4名学生来献花，甲家属来握手表达慰问。离开时阵也拢无讲话。个别是除了放这个纪念的影片，学校的校长也超工准备毕业证书，也有4名学生想要读的高中的校服，希望慰问家属的心灵。家属是发表声明，每一句拢是对后生过身的不甘，讲到后生的友好，到3工照顾生活无多，家己处理的阿姊，也是妈妈唯一的希望。将家庭破碎，呼吁法院肃心谈判，和台人的人，甲这西人的人应该爱有的刑罚。之前常跟你说，我们做人必须要明辨是非对错，造成因此你而命丧黄泉。有时我都怀疑，我究竟是我做错了，因此我也自责不已。现在我也会持续秉持这一份理念，坚持走下去，为你讨回公道。学生的老爸希望经由囡仔会的教训，来互大家关心重大刑事案件机制。教育部长潘文忠讲，新学期进行的公布新的学校安全管理办法，另外各关怀对象要进行做法。高关怀的对象，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那么希望来跟各县市也有跨局处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未来如果有这样的互选的少女，那么在回归学校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想来让学校可以在这方面有得到更大的一个支持。对是毋是设立学校警察，潘文忠只是讲学校会继续增加辅导的专业能力，警政单位也会提供协助。伫个别是最后，亲戚朋友甲老师学生放家规啊，送伊最后一段路。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国中生伫咧学校互人挂暗棍来死亡，今仔日就一场检讨会，警察大学教授就建议，少年的风险行为和少年刑事案件的处分，拢爱重新检讨。也有法官指出讲，应该爱加强保护处分执行的配套。去年12月，新北国三生何早都甲校外同学挂暗棍当伤抢救不治死亡，引起外界中心审视教育体系甲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的规定。有声音呼吁检讨第一线老师的管教权，校园安全检查的规定也应该修正。有合理怀疑而有进行安全检查之必要的时候，就应该由教师会同行政人员或行政人员会同教师进行安检。对国内现况来看，犯罪率下降，不过少年犯罪人口率确实出现欠悬的趋势，而且犯罪太阳组织化，亲像参加早起、出招小户，或者是做车手，大部分是事前有无犯罪。警大教授柯学清指出，破险少年类型应该爱重新思考。目前只规范无正当理由定查危险的物件，有用毒品或者是违反物品等等行为。不过参加不良组织的人也应该列入范围。因为我们之前基本上是以少年的使用毒品为重心嘛，但是现在参加不良组织的这个类型势必要去重新思考。矫正体系里面的话，其实还是以成人为主的哈。那少管所同仁都非常的努力哦。那但是可能关于量能啊或者相关的专业，可能还是有在就是继续提升的地方。学者呼吁考虑侵害原则，应该重新审视少年刑事案件处分，甲提悬刑事定数比重。第一线法官是认为，儿童甲少年并是缩小版的大人，免是共款来讨论，应该加强保护处分执行的配套，亲像chan照少年保护管认定等等。因为有会一个少年，就是避免未来一个大人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对今年开始，互这文化成年礼金，也就是文化币常态化，16岁到22岁的少年家拢会当领。本地是要鼓励学生接触艺文，所以有传出讲有人把这文化币摕去买化妆品、做增加等等的行为。文化部已经发现讲业者违规，或者是买卖文化币，针对这块违规，拢会依上法办。休困时去文创园区踅街消费，是不少民众休闲的活动之一。文化部为着鼓励青少年尽量参与艺文的活动，推广文创产业，
今年开始，予文化成人礼金，也就是文化币常态化，提供予16岁至22岁少年人使用。我们就是会去看一些展览这样子。我自己是拿来看展览或看表演，多少都有，但要看就是目前的客群。现在是暑假的话，学生还蛮多的，所以是有帮助的。那如果平常的话，文创园区这边就是松烟这边倒还好，因为这边比较以外国观光客为主。甲民众探问，不少人会把文化币摕来看展览、看演唱会、买册、买文具等等的物件。不过，伫社群平台，却看到有人把文化币摕来买化妆品、甲保养品，才会甲艺文活动无虾米关系的物件，甚至也阁有人收来转卖。这个行为是引起大家讨论。应该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看展览或是演唱会或买书什么，我觉得只要有收应该都可以。他可能就是希望这一个年纪的青少年可以多多去接触，比如说展览，想要买其他东西。那我觉得政府如果有看到这一点，那就直接发钱之类的就好，也没必要说要再创一个名字叫文化币。文化部发声明讲，文化币会当摕来看艺文的展览甲表演。看国产电影、甲买册等等各种的艺文活动，不过禁止摕来买化妆品做整假，或者是转卖，甚至是当现金等等。目前查到几啊间违规的店头，套用符合规定的收款代码，或者是接受民众换现金，已经有停止下用的资格。另外嘛，查到有民众收来转卖等等的情形，会通知民众重新认证，而且联络社群平台，把相关的内容删除。文化部嘛提醒，转卖除了会失去文化体验的经验以外，个资卖流出去，而且个资若是去用滥散使用，原本的好意都拍算去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的寒流有较减弱，不过同款是真冷呢。不过咧，气象署是表示讲咧，后壁佫有较冷的一个高压要入南。虽然无亲像寒流遐尼强，但是要等较变较温暖，可能要等到后礼拜一啦。今仔日平地上界嘅温度出现伫咧新北石门，也佫有桃园的杨梅，拢干那8度半尔。啊，那这海拔要到3000公尺的台东嘉明湖山区，也是有结冰。林业署也要提醒爬山民众，要特别注意。将近3000公尺的台东嘉明湖山顶河白色砍掉咧，变做是白色的世界，包含虎汉坡、向阳山、高速路口这所在，沿途的食物甲步道拢结冰啊，也过寒流减弱，温度升高了后，细就扬起啊。林业署呼吁爬山的人爱细腻。由于近日气温仍然较低，山区仍有结冰的情形，那呼吁登山的民众要注意保暖，以及携带冰爪等必要的装备。气象署讲，入冬以来上强的寒流，25拜四开始小可减弱，不过各地透早依然是真寒。本岛平地上低温伫新北石门甲桃园杨梅拢是8.5度，日时气温慢慢回升，不过因为后壁也有冷过压下来，虽然强度无顶一波寒流遐强，不过气温回升也是真有限，爱到下礼拜1、2、9，冷过压远离了后才明显来回升。未来每天回升1到2度，1到2度左右。北部地区因为是冷空气影响最北边的地方，所以它高温并没有回升的这么明显。即便到周日之前，它的高温可能都还是在16到18度而已，低温还是在14度附近。因为这波寒流的影响，根据消防署统计，到即阵已经超过100人送病院，53人死亡。内政部也伫面测粉砖发文提醒，报名2个原则：第一是保持室内温度，第二是伫面床顶搁倒10分钟啊，等身体适应温度，再搁穿衫起来，避免跋倒也是熊熊死亡。尤其是老大人甲3个慢性病患者。如果你突然起身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姿势型低血压或者是脑循环不足而造成头晕、眩晕，那一旦站起来的时候，可能站不稳，有可能会跌倒而发生意外。医嘱提醒，老大人若是要运动，会使较晏起来，并且头壳颔棍拢要保守，而且加啉一寡拉润烧的滚水。另外，有3个疾病的患者爱定时来量血压，那胸腔杂杂、胸腔痛，也有心头皮薄彩，爱赶紧互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阵寒流，真侪县市温度拢无到10度，恐惊会造成农渔业的损失。农粮署就表示讲，虽然目前还未传出灾情，不过规工也是真歹讲。一般来讲，这蛤蟆啦，抑个这沙白鱼是上惊寒，所以渔民也拢真紧张。用蚵仔底鱼温啊水做水质的检测，就是要看敢有适合蛤蟆成长。最近寒流来，云林沿海连续几日天透早气温无到10度，当地渔民放井水提悬水温，有防沙白鱼寒死，不过嘛烦恼影响到蛤蟆的成长。有地下水嘛，
就是为了就是让它就是说温度不要那么低，但是太多地下水的话，可能就是咸度跟那个就是会比较会有过高或是过低的状况，所以要做一个调整。就当时就较无简单啊，恁若掠活人就继续较悬啊。大西的渔民表示，虽然目前蛤蟆池当中的沙漠鱼传出一寡寒死的状况，不过还阁要等到气温回升了后，才会当知影影响的程度。另外，来到中华的葡萄园，农民无用咧灌地下水，嘛是要避免淹池性旱害来发生。抽地下水起来较少，咱咧甲泡温泉咧安尼，较袂去寒着安尼。安怎讲？啊，那寒着后摆就变石头火去。会比较明显，可能在后面的。这几天如果有温度回升的话，那灾害可能有一些呈现。那我们农药署会持续跟地方政府来密切注意。农粮署表示，农作物淹池性旱害也阁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才会当知影损害的程度。也呼吁农民若真有相关的状况，要赶紧向地方公所申报，方便后手的补偿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中华饲蜂的产业主要集中伫咧八卦山，不过最近这几年入冬了后，常常碰到蜂杀的危害，造成蜜的产量减少。中华饲农会表示，去年因为蜂杀的影响，预估今年蜜的产量会减3-4成。中华县政府今年头一摆买这防治蜂杀的用药，发予这县内有登记的饲蜂户，希望透过药剂减少蜂杀的生团。蜂农拍开蜂巢，蜂仔当咧拍拼做事，但是去年因为蜂杀大爆发，野生伫咧工作蜂，蜂仔破病，无蜂采花蜜，影响收成。蜂仔减超到30度至100度的拢有，所以产量比较起来讲，就减超到1/3去啊。蜂杀伊若伫即只蜂仔吸到伊身躯顶的营养分，即只蜂仔就是变做讲伊会吸食还是破食。即只蜂仔有可能无法度出事，无就是伫裤骹白，等于即只蜂仔就破销去。蜂农讲，蜂杀主要寄生伫咧工蜂，但是寒人工蜂少，若蜂杀严重，会直接走入去封盖系内底，影响即只蜂仔健康大汉。中华县政府今年嘛买药剂协助蜂农逃蜂杀。你的厂阮家己用，阮就是用氟化氯甲草酸2项落去做防治，爱交互使用，无因为你固定用氟化氯嘛袂使，因为伊会产生抗药性安尼。希望讲咱的农友会使配合咱政府的政策甲即个农会辅导用物理防治甚至于即个化学防治的部分会使甲蜂杀的问题解决。中华饲农会表示，去年因为蜂杀影响，预估今年蜂蜜的产量整体减大约3-4成。加上即阵气候连咪寒连咪热，防治的工课会较歹做，而且蜂仔会飞，蜂杀会烧话倒来倒去。农会就呼吁蜂农爱随时观察蜂杀的数量，骨力防治，才有法度减少蜂杀的生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1月26是澳洲的国庆日，不过这个日子是有争议，是因为有真侪当地原住民和反殖民主义者，拢把伊当作是英国殖民的入侵日。另外，26进前呢，伫墨尔本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雕像也互人对骹目个锯掉，也那伫瓦近市中心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也去互喷漆啦。25早起，伫澳洲墨尔本库克船长的雕像，为骹目的所在规个互锯断去，雕像直接落伫草坡仔顶，而且雕像下底座嘛红用红色的油彩写讲，殖民者将其尾下倒台。1月26是澳洲的国庆，不过伫国庆的前一天。这个互看作是澳洲殖民主义代表人物的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的雕像，加做反殖民主义者保护的对象。另外，瓦墨尔本市中心维多利亚女王花园的纪念碑，25嘛红破红色的油漆，工人是赶紧来清理。This sort of vandalism really has no place in our community, and we'll be working. I want to signal today that we will be working with council to repair and reinstate the statue in St Kilda that has been vandalised overnight. 西元1788年1月26日，英国的船长亚瑟·菲利普，伊驶船带领头一批英国的犯人，去到新南威尔斯的杰克森港，也就是即卖的雪梨港。1901年1月7日，澳洲联邦成立。1月26日嘛，红定做是澳洲的国庆日。不过，澳洲的国庆日最近这几年争议是愈来愈大，真侪反殖民主义者甲澳洲的原住民，甲看作是入侵日，要求爱甲国庆的日期改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甲君主制度的声音嘛愈来愈大。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二世2022年9月份病逝，
澳洲全国休假哀悼的时阵，澳洲各大主要的城市也发起示威游行，谴责英国市民对澳洲原住民的迫害，要求政府爱废除君主制。面对25迫害事件，有澳洲的民众表示理解，不过嘛有人认为这种的迫害对代志无任何的帮助。How can you celebrate the equivalent of a Holocaust? The Jewish people don't celebrate the Holocaust. For Aboriginal people, this was the day it all began. I care about the Indigenous people, but in saying that as well, I don't see particularly that changing the date changes the history. 就算澳洲的国庆日出现争议，不过根据澳洲1月2日公布上新的民调显示，有68.5%的澳洲民众也是认为1月2日应该合作澳洲的国庆日，有31.5%的民众认为应该合作入侵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德国的科学家24日北京宣布，因伫咧非洲昆雅用人工生殖技术进行北方白鳃牛的复育计划，成功伫咧南方白鳃牛身躯顶照白生囝已经有70天。虽然照白的南方白鳃牛受到感染囡仔肉体，不过这科学家也预估讲，上紧伫咧2026年，也就是地球最后一只公的北方白鳃牛死亡8年了后，有机会搁再互北方白鳃牛出世。德国莱布尼兹动物园甲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24日记者会公布，去年9月下旬，经有13摆努力，终于成功伫南方捕获白鳃牛的子宫，用体外受精的方式，培育出一个健康的公的胚胎相片。这小生命伫老母的体内活70天，身长是6.4公分。若毋是这个代理的老母意外为着梭菌来死亡，伊原本会顺利来出世。Now we have the clear evidence that an embryo which is frozen thawed, produced in a test tube, can produce new life, and that is what we want for the northern white rhinos. 2018年，地球上最后一只公的北方白鳃牛，45岁苏丹死去了后，北方白鳃牛面临的就毋是可能灭绝的物种，而是绝种的难题。地球上敢若剩2只的，这对老母甲查某囝的白鳃牛，正做这个物种复活唯一的希望。南方白鳃牛试讲的红叶成功了后，科学家煞来要甲经验复制伫北方的白鳃牛，甲进前保留落来公的鳃牛的精子，甲母的鳃牛的卵子结合了后，结果种入去南方白鳃牛代理的母体子宫内底。若无问题，上紧伫2026年就有北方白鳃牛新生命出世。The pregnancy length of a rhino takes 16 months, so it's a long journey for the baby. However, that brings us to the birth in early 2026, and then from there we will have many more rhinos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30 embryos, pure northern white rhino embryos, which are all waiting for being transferred. 也若生的问题解决啦，科学家也烦恼北方白鳃牛变怎饲的问题，因为北方白鳃牛的栖息地伫非洲的中部，甲生活伫稀丘草原顶边的南方白鳃牛是完全无共款。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年总统立委大选开票当天，有一个查甫人走去中选会面册楼话，讲要甲中选会也个热情的上任的地点放掉。检警组成专案小组找到一个姓罗的查甫人，伊是承认讲一时冲碰这个楼话，不过这款的行为已经犯法，上严重会当关2年。谢谢所有台湾人民。带领竞选团队深深一击中，这届大选由热清着萧美琴当选总统、副总统。不过选举迄天开票的结果确定了后，中央选委会人面册未作业，煞有人留话要伫5月20热清着上任的迄天，甲选举委员会总部，也有热清着上任的地点炸掉。检警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屏东一个姓罗的查甫人。多多少少的网路，拿去申请这个申请这个高某某的这个脸书账号，那再利用这个高某某脸书账号，到这个我们中选会的脸书的粉专，去进行留言恐吓，就是在1月13号开票结果出来的时候。警方表示，这个姓罗的查甫人虽然用公共场所的网络申请假口罩，不过调人面册相关的资料，要是会当找出伊的身份。而是去这个姓罗的查甫人，伊伫屏东的徛街所在，甲伊逮捕，而且查扣伊的手机啊，还有笔记型电脑。初步的巡视，那确认这个罗姓嫌犯家中并没有这个危险的爆裂物在。
警方确认细路的查甫人因兜无危险的物品，伊讲是一时冲动，感觉真后悔。因那总统府回应讲，感谢相关单位真紧就抓到嫌犯。台湾的社会有言论自由，不过国家社会安定是袂当讲算笑，呼吁有心人士唔通违法。因那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刑法151条恐吓公众罪，相当恐惊被定2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新国会内面3党拢无过半，民众党的80变作是关键少数。针对着立法院长的一个选举呢，有风声讲，民众党可能会分裂投票，院长投民进党，副院长投国民党。立法院长游锡堃早起表示有信心连任，讲顶一届选调院长，民众党也是甲支持。另外要拼院长的韩国瑜早起是出席新立委见到呀。小老鹰在飞。下面有野狐狸在赶，切记一言一行各方面一定要谨慎。以马后学杯作例，希望新考的立委铁实国会。新国会3党无过半，新考的立委伫2月初1会正式上任。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早起举办新考立委见到营，资深的立委罗斯宝，甲竞招立法院带头的韩国瑜拢去现场支持，不过韩国瑜并无受访。立法院正副院长的竞争，民众党80将做关键的少数。有风声讲可能会采取分裂投票，院长投给民进党，副院长投给国民党，展现影响两党的态度。如果上午民进党支持了游锡堃，下午说要再改投江启臣，那我是建议江启臣拒绝了啊，就是国民党一个都不要，啊，就让你民众党跟民进党结合成一体吧，啊，就大绿小绿。对分裂投票的讲法，黄珊珊有出来背回，叫外界唔通乌白喊。立法院长游锡堃早起讲，对连任有信心，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算是朋友。那一届当选院长，民众党嘛有该小听。我跟柯主席是应该算是朋友啦。我这一次当然是民进党支持我就过半，对。但是事实上，台湾民众党当时也是对啊，4年前立法院长的竞争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南洋议员党团总召集人的选举竞争嘛真激烈，立委鲍坤基早起召开记者会，表态要承担责任。甲党内立委罗斯宝2个人拢要来争取。柯总召过去跟我多次对垒柯总召从来没有赢过我想这是一个重点我们不管倚天剑、屠龙刀都已经准备好要对付柯总召。那我们就君子之争嘛，这个我们都常常讲说党团自主，党团自主，尊重党团每个成员的意志，到底要投我还是投这个副委？罗斯宝嘛发声，希望国民党中央党部、甲立法院正副院长候选人韩国瑜共体心，唔通介入总召集人的选举，爱尊重党团自主。记者综合报道。有2名退役的空军将校钱耀东和魏先基涉嫌做间谍，1审互判罪，双龙成假罪。检方上诉了后，2审今仔日加重判刑，改判1年4个月甲2年，通缓刑4年甲5年。高检署表示，讲收到判决书了后，会建议敢要上诉无？给我说明一下。面对提问，态度真强硬，伊是退役的空军将领金耀栋，加退役的空军中校魏先基，两人被控诉论罪强谍，1审依照国安法判刑1年甲1年10个月，并且拢予宣告缓刑。检方上诉了后，虽然2审时加重改判1年4个月甲2年，不过也是予2个人缓刑4年甲5年。缓刑所负之负担，包括公益金、法治教育次数，都较原判决增加。2名前将校涉嫌互吸收，那替中共收集咱党的情报，那切换咱国军甲现退役的官兵。夏桂婷认定，被告拢知影讲国安的重要性，不过伫退役了后，却是替对华发展组织，所以讲加重判刑的刑责。不过夏桂婷认为讲2个人认罪抵触，无需要直接来实行自由刑的必要。第一审讲好了，检察官忽然之间违背他的承诺上诉了，然后呢，高院做出了这个决定。那很明显，我们认为他一定是受了这个压力，愿意维持缓刑，我们还是感谢了。只是他公益金加了这么多。
虽然红判缓刑，被告却是必须爱支付国库的公益金，金额比一审加5倍。检后当对30万提悬到150万，卫生仪是对60万变做300万。因若高检事实回应，受到判决了后，建议是毋是要来上诉？不过学者分析，过来强调案件常常互轻判，强加危及这个国防的安全。台湾却介于6个月到1年半不等，这对于嚇阻潜在的这个共谍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效益的。可以嚇阻共谍，才可以确保我们的军事安全，可以确保军事安全，才可以确保国家安全。这摆前军官林水红判缓刑，司法院讲法官安怎判，看下审判独立。不过学者议员建议，用个手法来阻止这个一再出现的军事间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央航空的入驻争议，这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今日宣布2段罢工警戒区段。第一段是旧历过年期间，第二阶段是3月底到清明连假。若准是协商无成，无排除伫这2个时段发起罢工。民航局也呼吁讲，这入驻双方应该考虑到旅客的权益，找出共识，而且也要求中央航空和国内的相关航点做出应对准备。甲资方头一届调解无成，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25召开理事会，宣布协商若持续无共识，无排除伫2段罢工警戒区段发动罢工。第一阶段是2月初7为路前2天，到2月18，也就是正月初9。第二阶段是3月底到4月初7，期间包括清明连假。若真正罢工，会伫24点钟内，伫技术工会官方网站公开行动的信息。最近就会开始做罢工的演练。我们也持续的会发动2到3次的这个罢工演练，目的就是希望我的会员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能够配合工会的指令。罢工行动真有可能会发生。民航局声明，工会已经公布警戒区段，要求中央航空公司要好好处理，赶紧停补应变配套的计划。另外要求桃园机场公司甲国内相关的航站做因应准备。嘛，搁一届呼吁，劳资双方爱积极寻求共识。互这个事件圆满结束。交通部长王国材这一天嘛亲身召开内部会议来应应，初步掌握中央应变计划。1月31号会继续来做相关的一个协商，要求这个长荣公司因为相关的一个罢工什么时候开始，罢工的时间多久或者是多少人参与等等的，这些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情境。同意在罢工期间支援的飞行员。那目前回函的数目已经是大概有800人，那有些没有回复的，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觉得他也不需要回函，反正公司怎么排班，他就怎么飞。中央航空关系企业工会表示，工会是陆建公司研究飞行员留在的奖励，不过反对使用罢工的手段。目前掌握愿意执行的人数是比罢工的人数较济。若真正罢工，伫大月期间旅游团人济。航班签转无遐尼简单，观光署嘛接到旅游业者反映，希望政府会当下部门联络，研究罢工的预告期。尤其是组团那么他要散置高资的时间，可能这种准备期确实是短了一点。一方面我尊重现行的法律规定，二方面我们也觉得这应该可以适度调整。过去经过3届航空业的罢工，劳动部表示，因为咱国对争议事件的调解，甲发动罢工的条件是真悬。虽然交通部甲旅游业者期待会有预告期来降低冲击，不过劳团认为讲，安尼限缩劳工的权利，几啊届的座谈拢无法度有共识，会持续收集各界无同款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有一间品牌行销顾问公司最近公布，今年全球前500名品牌 ，Apple 是重新徛到第1名。咱台湾也有2间公司，台积电今年是78名，国泰人寿今年是490名。英国一间品牌行销顾问公司，当年拢会公布全球前500大品牌，通过以品牌价值成长74%，顶摕到全球上有价值品牌的头衔。台湾嘛有2间公司入去榜内，一个是台积电78名，有国泰人寿490名。
全球的经济发展，针对了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部分，它会需要更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个晶片的提供。所以这时候呢，如果不论是从代工的角度，或者是整体的这些所谓的市场战略它都有一定的成长空间。专家认为讲，要入去前500大上有价值的品牌，包括公司的资本的市值，拢会可能入去做评比的考虑。因应即马是人工智慧的世代，根据 CT Index 公布去年全球市值前10大上市公司的排名，第1名是苹果，国内微软、亚马逊拢伫前5名，台积电以5349.8亿美金伫第10名。专家认为，人工智慧应用晶片的需求真大，未来台积电不管市值还是品牌价值，排名应该继续起立。这几年，台积电其实在全球扩厂，包括美国厂，虽然不是很顺利，但是它确实会让品牌能见度提升很多。再加上日本厂现在已经要开幕了，而且日本厂其实这个投资跟发展看起来是很成功的，所以将来台积电慢慢转型成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将来这个排名方面，特别是以品牌影响力来说，我认为未来再成长的几率很高。来看台积电的股价对发税会结束，伊对2226块一路起立，到2461块，今仔日搁来到642块75块，市值是有16.6兆这么多。伫台积电的领军之下，台股过700多天，搁起立18000点的大关，起126点。未来敢会当继续带台股冲，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脱口秀，因为中国内面言论乱讲话，支持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排第16名的新疆律师陈俊翰引起批评，也因为这个事件，互长期关注立法无法度通过反歧视法，搁再引起讨论。民间团体是希望讲这反歧视法赶紧通过，强调法条内面也爱明确定其言论自由、甲歧视言论的界线，若准甲人歧视，也爱赔偿。最近有台湾 talk show 邀请中国来宾王志安来评论台湾的选举，节目当中涉嫌言论歧视，民进党不分区排第16名的新疆律师黄俊翰引起各界批评。长期卡咧立法院的反歧视法，嘛因为这个案件搁在受到关注。长期关心障碍者权利的台湾社福总盟秘书长孙一信认为，这个案件就是典型的反歧视法适用案例。因为伊身心障碍情形。去互歧视造成一寡损害的情形包括人格损害、精神的损害。伫这种情形下，应该这个身心障碍者本身会当提出赔偿的这个恳求啦。王志安的这个案件真符合这款的条件。针对这个事件，身心障碍联盟也大文抗议，强调障碍者参所有公民拢同款，有参政权，呼吁大众爱支持障碍者参与各款活动，建立友善环境。另外，针对歧视言论，也支持应该依法条来清楚定义。通常开罚应该是 NCC 嘛，这个时候都会想说在考虑说是不是言论自由之类的，就不会去开罚。反歧视法就是去讨论说言论自由的界限跟伤害别人的界限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应该要比较清楚的去定义。身心障碍联盟讲，因自2014年就开始推杀反歧视法，但是一直无法度伫立法院过关。现主是因为这届就要结束，新的国会组成法案推杀，搁爱重新行一摆。联盟希望趁即马有案例发生，大家当咧关注的时，新上任的立委就爱重视这个问题，互反歧视法赶紧立法通过。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警方伫新竹县苗栗甲界掠到一间毒品工厂，总共查到250公斤的3级毒品苗苗。这个毒品会当变做146万包的毒咖啡包，加在无走到市面上。警方来到新竹参苗栗的交界，发现这间铁厝是一间毒品工厂，现场会当闻到制作毒品的臭味。嫌犯挑工把工厂设在偏僻的所在，就是为着惊互人发现。平常的话，他们都会在一个隐秘的、比较市区的、比较那个郊区的部分会有隐秘的部分，成品部分就已经132公斤，那包括一些制成的半成品，还有一些制毒的工具，我们就会并把它扩案侦办。警方表示，这摆总共查到3级毒品的成品甲半成品，计共250公斤，市价约5亿。警方指出，嫌犯可能是因为旧历过年你要到想要赶出货，才会做大量的毒品。正常的话，他们不会在那么大胆的在外面就在铺晒一些毒品哦。这部分比较特殊，是因为他可能大量想说把利用这个快过年期间制造大量毒品来获利哦。新竹市长高虹安是特别发破案奖金，感谢警方的辛苦。若无这批毒品准讲流入市面上。
结果恐惊会真严重。感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尤其在第3分局的这个部分能够来帮我们守护我们新竹市的治安，那也防止这样子一个这么大量的毒品流入到竹苗地区来危害市民朋友的这个安全。警方除了在毒品工厂抓到一名姓陈的嫌犯以外，目前也已经掌握幕后做毒集团的身份，专案当咧扩大侦办。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科技愈进步，会当结合技术，运用伫咧传统布袋戏、音乐生态等等。目前当咧高雄市立美术馆展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民众坐伫椅仔，用目睭就当操控电视顶的布袋戏翁仔。这是高雄美术馆上新的科技展览，是利用虚拟的实境、真机互动的科技，民众会当加做布袋戏大师。随着时代变化，布袋戏文化面临全新的挑战。透过科技的展现，让布袋戏伫未来有无同的出路。觉得布袋戏这个东西会，就是有一种新的体验，不像我们之前只能在下面看台戏，就是有一种参与感。这摆国科会甲高雄市立美术馆合作，有30外间的大专院校企业合作，利用 AI、VR、无人机等等技术，亲像民众会当用手设置地板块来感受天灾地动，边仔作品会联动的做变化，也是用手机扫条码，挂特殊目镜，就当知影作者想要表达理念。咱是感觉内底就是足侪迄个高科技，就是有足侪物件甲高科技做结合，比如说VR、AR， 然后 AI 的技术，还有互动的技术，还有影像辨识的技术、机器人手背的技术，然后无人机的技术等等。这摆展览展到3月初3，拢总有9件计划作品来强调甲参观者的互动，来打破英国传统看展览的经验，让民众全新无共的体验。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家己烦恼的烦恼村本地有一个弹药库，2016年的时阵，军方甲内面的物件搬走了后，乡公所接手争取到一个土地甲建筑物，成立一个推动环境教育的资源回收场，也是台湾头一个甲军方设备挖坏案例。幼儿园的老师伫资源回收场教囡仔环境教育的观念，这个2000平的所在原本是军方的弹药库，军方搬走无够用了后。伫烦恼乡公所的争取之下，成做台湾第一个甲弹药库划发做资源回收场的所在。遮拢无法度好开发啦，无发展的所在啊。所以讲地方咱为国防部去争取，互因直直彻彻去把维修煞。所以讲遮地遮留，即摆以后嘛是爱留咱地方遮人来开发啦。传流讲，这个弹药库位于细汉的时就伫遮，10月当前军方豆啊剔除，一直到2016年才无够使用。乡公所指出，弹药库划发摕来做资源回收场，无能解决乡内资源回收空间无够的问题，嘛会加做乡内环境教育的场所。对小朋友来讲有足大的帮助教育的意义因为伊会用于甲很多足侪物件甲伊回收，然后会用于减少污染，然后做一个环保的一个。教育资源回收厂是一个绿色环境的一个循环的代表作啦，嘛是未来阮烦恼乡会当做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域啦。嘉义县环保局指出，这个回收场除了有使用太阳能发电的设备，内底新起的部分嘛是用再生材料，资源分类的项目嘛计共有50项，希望透过实际行动，成做环境教育的推广中心，嘛会当达成资源再利用的目标。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印度菜内面有一道菜，互真侪人是真介意，是用这烘鸡肉加上卡玛豆、昆里木、咖喱落去煮的。伫咧印度所有2间餐厅拢讲，这道菜是因发明的。其中一间老牌餐厅，佮去告另外迄间，讲要甲因讨赔偿。用印度香料含塔玛豆、库里木做的牛油鸡，看了是真好食，连阿斗也嘛爱食。印度一间老牌的连锁餐厅讲，这出菜是因家族创店的元老，伫1930年代伫咧白下瓦开第一间餐厅的时阵研发出来的。新德里旗舰店内面都有挂创始人的相片，佮有真侪有名的人含伊做伙翕相。店家佫讲，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含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拢捌来。不过，印度第10119年才开始兴的另外一间连锁餐
餐厅，干妈嘛讲伊是牛油粿的祖先，互老牌餐厅起价甲因告，要求赔24万美金。 We will not allow anybody to take away our legacy. 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infringe on our brand or our taglines. We will not allow anyone to associate their brands and create public confusion, which we call unfair competition. 老牌餐厅指控新餐厅唔但是故意互消费者摸袂清楚，连装潢的风格嘛是抄因的。但是新餐厅讲，当初是老牌餐厅去德里点店的时阵，是和家族的先人做伙经营的。因嘛有权利会当主张是牛油粿的创始人。伫双方一直弯的时阵，印度的民众看法无同。 Truly, it would have come from the fields of Punjab, and definitely it is not an invention of these two, and it has come from somewhere deep into a village of Punjab where a great grandmom would have, made it with tomatoes and lasan and. 这个官司是顶礼拜第一摆开庭，嘛变做印度真侪人在讨论的话题。不管老尾胜输胜赢，这牛油粿一定会更较受欢迎。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0度到17度，苗栗到云林对10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9度到24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2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7度到1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